教嘛是互咱一种讲咱若要甲人导人时转人的时阵，我们也是要因材施教啊，所以孔子也是我们的老师。那么圣贤王阳明，他也是我们的老师哦。王阳明他有阳明心学，也是王阳明现在也已经求道了求道了。那么伊的知行合一应用真侪人到了，那么伊的知行合一应用真侪人，日本有一个企业讲做稻盛和夫。稻盛和夫较早伊嘛是经过破产，经过一个很低潮的时间。那么伊讲伊是阳明心学，看到王阳明的书籍，了后，给予很多的启发。所以他从低谷又跑